美國財長耶倫表示，將進一步打擊俄羅斯嘅石油收入來源，為此唔排除切斷中國銀行嘅一啲大型美元交易。陳日南報導。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拜登政府正喺度考慮喺任期結束之前推出進一步打擊俄羅斯石油收入嘅措施，包括收緊對俄羅斯石油價格同埋運輸嘅禁令，由而家嘅每桶唔能夠超過$60下調至更低嘅價格，打擊違反禁令，幫助俄羅斯偷運石油嘅黑暗艦隊。耶倫表示，美國希望進一步切斷俄羅斯嘅軍費來源，有好多可行嘅方案，但係唔會預告制裁措施。美國同中國討論過一啲中國金融機構涉嫌幫助俄羅斯戰爭，曾經威脅切斷呢一啲銀行嘅美元交易。耶倫表示，警告產生咗震懾嘅效果，但係如果有證據，仍然唔排除切斷佢哋嘅美元交易。拜登政府嘅團隊下星期將會前往天津出席本屆政府嘅最後一次美中金融工作會議。耶倫表示，主要嘅議題都係保持雙邊金融穩定。